타타타 나빠파와 맞아 찬자가가 샤샤샤 아야 라라라 샤샤 하아크크 샵전제위 나로 센송 Looking to me some buddha takay 결quel론이 웨인저위 수치도 유지 사실 성동 조사시 너나 진주적 가나다 나와 마아 라라사동 진주증아 초초마 센송 세대 지구 조초나 와로나 카페지요데 에리타지 시가zo 먼저 어렵게 바뀌진 않고 차이 세대 지구 조초나 와로나 카페지요데 에리타지 시가zo 먼저 어렵게 바뀌진 않고 차이 가가가가가 짜짜짜짜냐 타타타 나빠파와 맞아 찬자가가 샤샤샤 아야 라라라 샤샤 하아크크 샵전제위 나로 센송 ngana kore yi ko chu chona za to chi bi me do so mi so si re so jo ya 세대 지구 조초나 와로나 카페지요데 에리타지 시가zo 먼저 어렵게 바뀌진 않고 차이 세대 지구 조초나 와로나 카페지요데 에리타지 시가zo 먼저 어렵게 바뀌진 않고 차이 Find all stress. Check it out, yo. Feel the rhythm of the bass line.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双汇杯 YFU 50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洛河体育中心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晚的中韩对抗赛之前的2场复赛。那这2场比赛的第一场呢，就是现在的蓝方运动员伊华燕对上了红方伊西俄木。伊西俄木来自四川恩波格斗俱乐部。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刘文也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他今天的边角团真的是一个天团啊！阿乐和俄勇都在。那对面的殷华燕这边呢，来自是山西的盐虎搏击，两个人还是差了不少啊，年龄上就差了16岁。哦呦！伊西俄木的这个拳的确相当的凌厉啊，而且出拳的速度也会比较好。在纸面数据上，殷华燕身高比对手高了1公分，臂展上比对手长了6公分，两个人的比赛体重都是57公斤，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决。那现在伊西俄木是把自己身体的重量压在了殷华燕的身上，反身出来，上来要往上挂腿拿断头，往一侧来转，转的这个方式相当的激进啊。现在来到侧身位，压制住对手。我们来看上位的伊西俄木现在要怎么去做啊？因为熟悉我们武力龙中队的各位朋友们都知道，其实四川恩波格斗俱乐部不仅是国内非常强劲的一支综合格斗的劲旅，而且他们在地面能力上的确是了得。顶膝，往上去挂腿，看看另外一条腿能不能抽出来，去拿这个三角的把位。哎，有可能啊！但选择了踩胯到另外一侧来过，拿十字固被对手拎起来，直接重重的砸在了地板上。继续去锁对手的单腿，这个吸十字不大好做啊，这个位置不好发力。哎呦，还是要再去拿，但是位置已经不对了。刚刚那个位置还是要去找吸十字的把位。但是因为现在自己的另外这条腿啊，这位置搭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们看看啊，转过来之后有没有可能做起桥，搬过来，有可能会去做足跟钩的位置，看能不能拿住啊！现在伊西俄木也是抓紧时间的要去抽自己的这条腿，不断的击打来干扰对手，来改变把位抽腿，漂亮出来了。但是刚才殷华燕在地面上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啊，我个人觉得还是给伊西俄木敲了一个警钟，又是一个后手打入。来到侧身位，继续去压对手。在地面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殷华燕目前的地面上的能力啊，包括对所记的战术布置安排。因为我们，国内很多综合格斗的运动员，基本上锁腿的动作用的不是特别的多啊。就是我的意思是，相较比如我们看到的裸脚啊、十字固这种，包括断头台出现的几率啊，像足跟钩啊、脚趾固啊，包括吸十字，出现的回数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来拿背。我们来看看，这个位置拿的有点高啊，很容易滑下来。果然放了。两个人继续回到站立，站立端的时候，伊西俄木的拳还是给的相当的凌厉啊。我们看易华燕目前虽然是一位34岁的老将，但是肌肉的维度确实是不小啊。两个人都是57公斤，能明显感觉到他比伊西俄木这边的体脂更低一些，而且块头上感觉更壮一些。上勾没有打到，到地板，还是要把对手往地面来带啊。但是伊西俄木应该会不大吃这一套。上蹬去找腿，伊西俄木的移动会比较快。来到侧身位，继续被抱腿。两个人回到站立端，又是下潜的抱腿。防守端做得不错，马上后退抽腿。我们来看一看啊，主要来自于伊西俄木，目前他的进攻端要怎么去跟对手去做纠缠。这腿确实是很重啊，又是下潜的抱腿。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整个。抖音、